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4月1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50篇，何西阿书第5章15节到第6章的第6节，约翰2书第1章第1节到第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坚定。建筑物是否是坚固，友情是否是牢靠，关系是否是牢靠，信心是否坚定，都足以影响一个人后面的生活。前一阵子花莲的大地震造成了清水断崖附近的隧道出口桥断裂，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呢，施工单位就马上恢复了双向单线管制通车。这件事情有一张通车的相片在网络上被疯传，多数人标注了一句这样的话，就是日治时代近100年的桥仍然健在最需要的时候做出了贡献。然而那一座在后面盖的桥却是不堪一击。当然这断桥有包含很多的因素考虑啦，但是给人家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说哪一个比较坚固嘛。坚定的相信才能够有生命的转变，才能够有机会来得救。从何西阿先知的记载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并没有悔改转向上帝的诚意，不愿意真心的悔改。这样的信心是不定的，可以说是骑墙派的，不专心依靠上帝，三心两意的信心将会导致灭亡的。何西阿书5章15节到6章第6节，经文这样说道：我要丢弃我的子民，直到他们知罪回来找我。在苦难中，他们会急切寻求我。以色列无悔改诚意。以色列人说：让我们归向上主吧，他撕裂了我们，也会医治我们，他打伤我们，也会包扎我们。过2、3天，他会赐给我们新的力量，使我们能够常常在他的面前。让我们竭力追求认识上主，他一定会来，像曙光必然出现，像春雨滋润大地。上主说：以色列人啊，犹大人啊，我该怎样待你们呢？你们对我的爱正像早晨的雾，一转眼就消失，像露水，天一亮就消失。因此我差派我的先知们到你那里去，传达我要审判你们、毁灭你们的消息。我要求的是坚定的爱，不是生计。我要我的子民认识我，不要烧化祭。就如同先知们苦口婆心的一样，彼得啊、保罗啊、约翰啊，以及所有的初代教会的使徒们都一样，苦劝以色列人要真心的悔改，要坚定的相信，因为他们是爱主的，领受了上帝的呼召，因此要苦劝以色列人苦劝基督徒要遵守父上帝的真理诫命，坚定的依靠上帝。约翰2书第1章第1节到第6节，这样子来写道：我是长老，我写信给你蒙拣选的夫人，
也写给你的儿女，你们是我诚心所爱的。不但我爱你们，所有认识真理的人也都爱你们，因为真理在我们心里，而且要永远与我们同在。愿父上帝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恩典、怜悯、平安给我们，使我们始终生活在真理和爱中。我很高兴，因为我知道在你的儿女当中有遵从天父命令、生活在真理中的人。所以，亲爱的夫人，我请求你，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。我向你提议的并不是一条新的诫命，而是我们从起初就领受了的。我说的爱就是我们必须要遵从上帝的命令。你们从起初所听到的命令，就是你们要以爱为生活的中心。就如同约翰所说的一个有坚定信心的人，就必能够遵守上帝的命令，活出真理，就是主耶稣基督那种新的诫命所命令我们的，要彼此相爱，这样就能够活出美好的见证。诗篇150篇，颂赞上帝，要赞美上帝，要在他的圣所颂赞他，要在他彰显能力的天空颂赞他，要颂赞他大能的作为，要颂赞他至高无上，要吹号角颂赞他，弹琴奏瑟来赞美他，要打鼓跳舞颂赞他，要吹奏奏乐追箫来颂赞他，要用响亮的镐把来颂赞他，要用铿锵的镐把来颂赞他。一切的生命都要能够歌颂上主，要赞美上主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有坚固的信心，愿意坚定的相信，活出基督的香气，美好生命的见证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将诫命活出来，以生命来活出爱，使我们的生命不失败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